究竟個人色彩測試值唔值得做？係咪真係咁神奇？今日就同大家一齊揭曉啦！你有冇一件衫一着就俾人讚，但係有啲衫一着塊面就變得好暗沉？問題唔係喺你塊面度，而係你未揾到你自己嘅專屬顏色。今日帶大家嚟到 Sky Eye3 嘅工作室，做一個專業嘅個人色彩分析。首先，老師會同你講解4季顏色，佢哋會將顏色分成春夏秋冬。之後，老師會幫我測試我嘅 undertone， 再揾出最適合我嘅4季顏色。發現原來 Spring Color 最適合我。接落嚟揾出我嘅 Best Color。大家睇下，上面嘅顏色會令到我氣色紅潤咗，下面嘅顏色令到我塊面暗沉咗好多。哇！唔試唔知，一試就嚇親。你哋睇下左手邊，黑眼圈同暗瘡印都冇咁明顯，但係右手邊我啲瑕疵就出晒嚟。做完之後，我嘅結論係超值得。以後買衫買化妝品就唔使再靠估啦，帶住呢個本色卡就可以慳翻唔少冤枉錢啦。做完之後，老師會 send 翻個 Color Analysis Report 俾你，唔單止係着衫嘅顏色，入面有齊你適合嘅頭髮、隱形眼鏡、指甲顏色。呢個絕對係對自己嘅最好投資。